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都是寻求神的人，阿们吗？阿们。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起立，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可以找2个人，先跟他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跟他行个平安，跟他问候一下，因为我们都是那寻求神的人，因为寻求神的人必要得着神的赏赐。我们要凭信心这样子来说。我们用诗歌，我们用喜乐的心来等候我们的神，来敬畏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那永远的君王，我们用更喜乐的心一起来称颂他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们再一次，荣耀尊贵，要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我们向神来宣告，我的救主，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救主，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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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爱你是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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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坐在宝座上，我们来称颂他，我们来敬拜他。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的听在咧阮的中间，无论是阮忧伤，无论是阮喜乐，什么款的事，主你拢甲阮同在，你拢保守阮。
的心有伤痛过，又怎个行行？最最困绑当甲我袂扛伫你的疼，主你听我最宝贝，毋捌放松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条件，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空气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空气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我的心有伤痛过，又怎个行行？最最困绑当甲我袂扛伫你的疼，主你听我最宝贝，毋捌放松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条件。咱野手，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空气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对答到永远，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亲爱的听堂，阮的主，阮用信心来领受你对阮的疼，因为你讲对答到永远，你永远对阮的疼是无变化。阮感谢你，想使互阮有生命，互阮有喜乐，上重要是互阮有主，你甲阮同在。阮安尼献上阮的敬拜、阿乐，互你感恩，安尼祈祷拢是外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长子，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我们第2区的信息分享哈。那台二区，好，我们接下来开始来处理。也感谢今天集会长老下午又特别打电话给我鼓励啊，我觉得让我信心更有信心来主理，谢谢他哈。好，我今天要主理的是用爱与温暖来带领小组。我们就是用圣经，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来做，让爱成为我们所有服事的行动的核心。也用爱来，就是爱比恩赐能力更重要。爱是一种选择。不是感觉，爱不是情绪，而是一种行动与决定。在不被理解、忙碌、受委屈的时候，仍然选择用爱来回应。有时候我们用爱来说话，而不是用气来说话；用爱来提醒，而不是用责备或控诉；用爱来包容，而不是用标准来去定罪。
爱能够带来合一。在哥林多教会出现结党、比较、吵架，保罗用这句话来医治他们的关系。如果每个人做事都是出于爱，就能互相尊重、配搭，不再争谁最大。然后第二个是彼此激励，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用爱心来关怀。我们基督徒要留意弟兄姐妹的情况，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伸出援手；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支持。第二个是激发爱心，彼此鼓舞去爱。在冷淡或灰心的时候，弟兄姐妹的鼓励可以重新点燃我们对服事跟爱神爱人的热情。有时候可能你一句话的鼓励，然后可能就会让他本来是很难过，然后本来是想放弃服事，那因为你的鼓励，那就会重新点燃他的热情。那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碰到我们服事的同工，我们都要给予就是鼓励，不要就是要用鼓励的方式来的话语再给他们热情。我觉得这样子会带动他们就是向前走，然后向前服事的一个动力。好。第三个是勉励行善，信仰不只是信心，也要活出信心，用爱的行动来荣耀神。我们信徒要彼此关怀，不孤立信仰生活，要彼此鼓励，让爱心常保火热，用善行来回应神的爱，成为爱的见证。信仰的成长需要我们群体的关怀跟激励，让我们彼此相顾，彼此鼓励，一同活出爱。好，接下来我们要请那个品丽来为我们做那个福音的见证。卢品丽。平安，大家好。我这边在分享那个今年9月底的时候的见证分享。那时候我们正好去环岛旅行4天3夜，有经过从台北就是坐火车坐到高雄，然后再沿路坐游览车到台东布农部落还有去花莲经过那边，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基望教会那个地方我觉得很特别。那这段期间，因为我们出发前就有那个台风，那个台风的名字很特别，叫画家沙台风。那个台风在我们出发前就已经来了，然后有那个新闻就报告说台风警报，有豪雨会经过那个东部海岸，那正好我们要去东部，心里就是有点七上八下，觉得怕说，这样子出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意外或者反正胡思乱想就对了。然后还好那个我们群组提早有牧师有发布那个祷告文，然后让我们安心，就是祈祷上帝保佑我们出入平安。但我安心不少。而且我在那个当下，我还请教我哥哥，我问他说，因为他是土木技师，所以他比较了解地质方面的事情。我说那个地方台东那边会不会有问题？因为台风说会豪雨特报在那个地方。然后结果那个台东那个地方，我哥是说了，那个地方是坚硬的地质，所以土石流大部分是不会在那边发生的。那可能碎石有可能，那就是要小心。如果说只是豪雨的话，应该没什么，雨下完就没有了。还好这句话让我安心不少，所以能够如期的出发，如期的回家。感谢主，感谢主在这个一路上引导我们，颠颠簸簸的，因为心情很复杂。
尤其在高雄饭店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电视就写，正好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那边有豪雨特报，害我差点睡不着。还好我 po 在那个群组上也没人理我了。反正就像糊里糊涂就过来了。感谢主，我觉得这一路上经过不少好地方，尤其在布农部落的地方，那个地方我晚上历经了雷雨交加的天气，哎，那个晚上真的是很复杂，可是我很累，就是我不知不觉也是睡着了，然后等到白天6点起来，哇，那个山好漂亮哦，那个云朵啊，那个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美，感觉有拨云见日，一切光明的感觉，真的是受主的恩典很大，受用很多，恩典很大。好，就在这里报告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好，谢谢品丽的那个见证哦，他在小组很长，就是见证他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他的经历跟恩典哦，真的也很喜欢传福音，尤其是在他的住处，他都常常为他就是传福音给他身边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姐妹。好，我们接下来请第二位。吴敏娟小组长。牧师、执事、长老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的身份很特别啊，白天在学校当老师，晚上呢我又到神学院去读书。对，所以这样子的那礼拜六、礼拜天我又要去探访小组员。有时候我真的是写作业写到3点半，常常6点又要起来上班。那也是很感谢主，是让我圣灵充满，能够活到现在，对，真的很感谢主。但是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也很感谢我之前的教会，在拿撒的教会，它是70几个人的教会，但是牧师常常带我们就是教会的人有空的人，我们就会去那个人的家去探访他。所以说这个区块我就比较会，所以我常常到迦南教会的时候，我就说好满啦，我们一起来去探访谁好不好？那也感谢主，他也愿意配合，所以我们常常礼拜天聚完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一起怎么样，搭着他的车，然后我们就去聚会。那我们常常聚会到什么时候回家？11、12点。然后我就跟黄板说：“黄板，你不可以断内力啊！你给我回去就1点嘛呢，是不要来上班啦哈！”我说：“你一定要跟神祷告，一定要买到桃园。”那真的感谢主，他也真的买在桃园了。对，然后我们小组比较特别，就是3个小组一起。那因为有很多都是从德福过来的，所以呢，在神的这一个区块，他们比较不清楚。然后我是一直跟红满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正确的这神的真理告诉他们。第一个，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其他的神就是他们也会常常，我有听到，就是会到庙里去拿便当或者是家里还摆一些什么土地神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是有，因为他们不清楚，但是我们是做组长的，我们是做区长，我们要有一些什么混结的跟他们稍微要提一下。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小组的探访，还有我感觉说都是在教会里面，是不是1个月可以一次家打开？因为我感觉到我以前那个教会的时候，他把家打开，虽然说他的第2代、第3代没有到教会，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有听到，所以呢，他们就会怎样？慢慢的，他们就会吸引他们。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够1个月一次的能够把家打开。然后第3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小组分享周报，但是呢，有很多是从德福来的，他们从来没有在看圣经。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圣经查考5分也好，10分也好，来分享你这句话，你吃进去的这个话，神给你什么提示然后也希望我们都有能够装备好有子弹的精兵为神传福音，得人如得鱼，把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赞美主，阿们。
哇，你觉得真的很棒，因为他读书很辛苦啦，然后还服侍，然后在这么辛苦，还有身体有时候那时候又受伤，那这么辛苦的情况下，他还愿意来服侍，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因为有他这样子的付出，我觉得相信福音会越传越多，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再请慧娟姐，张慧娟姐，小组长。谢谢哈，我们这个区长这样子给我鼓励哈，感谢主，因为我刚刚才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记得田处宇长老他说你要不要参加小组？我说好，小组哦，那好啊，我要参加小组啊。结果我想一想，我每个那个小组走动，我还是觉得区长我们这个红满这边很需要，所以我进入到他的那个小组，我就觉得说他个性很好。又忍耐又有这样的爱人的心，然后有时候我在那个候车站，他用车子把我带到那边，我就说这个值得我可以陪着他，因为他真的我那时候很需要请放那一张那个对，这一张就是讲到过去啦过去我就是参加一个神学院的时阵，然后当中老师有说要一个创意，他说把你家的不好的东西，你不要的东西拿来，我们就要分享。结果我拿到一个那个杯子，全部破了刚好那时候我先生那时候已经过世了，但是呢，这个你们看的就是觉得破的时候，你看这个6块就是我全家的6块都已经分散了。那时候感觉那种心情很不好，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一个没有支柱，但是已经破掉了，但是要怎么？然后呢，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手，大手那个有一个手捧着，这就是说神把我就是破碎的心灵已经破掉了。有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听到，哎呀，你这个不得人言呐，你这个做的什么事都不好啦，哎呀，你真的你看你老公已经过世了，你还能撑得多久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整个已经破碎掉了。虽然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也是画到教会里面，我就把它画出来，但是呢，感谢神，就在这个教会里面，虽然已经有时候会沦落到一个地方，或者说反正没有什么希望啦。那时候整个都是已经粉碎掉，连我家里的人也感觉到妈妈你时常你伫教会安尼无用敢若爸爸讲的，你出去敢若碰见，转来敢若捡着啦，就是讲我足无用的啦。迄阵阵你就伫迄个教会中间逐项代志拢爱做，敢若免讲道尔啦。但是免讲道中间，但是你十地地代志拢做。哎呦，我手冻起，你来再去病院，我安怎？无我家里，所以我迄段时间我拢伫无用教会工课，所以难怪一转来时阵爸爸是家庭主妇啦。我回来说，哎呦，感谢我回来可以吃到这么好的饭菜，我真的很感谢你。可是家里人也不谅解啊，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觉得说神就伸出他的手把你捧着，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我就是你宝贵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成为一个很宝贵的器皿。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但是呢，神永远捧出一个接纳我们，不让我们受伤，让我们又组合一个很漂亮的盆栽。就像说我今天有一个经文这也是我时时刻刻有在说这个提摩太后书21节这样说：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经文早在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进入到神学院，看到他们的标语就是写这个人若自洁，就吸引到我以后我就是要最上的讲，迄阵我是显修真，显修真就是去到那个高雄那个圣光神学院，迄阵我是显修真呀。结果我想说回来哈，我想要辞职啦，我想要说专心的来读神学院了。我家里的说，我家里的人哦，就是父母亲，就是什么兄弟姐妹啊，对哦，那以后你给我书就好啦。他们那时候就很反对，可是呢，没想到我先生就那时候向我求婚，我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一直到现在。也感谢我又回到这个好像流浪汉啦，但是有神的美意，就像说人若自洁，就像我们这个经文，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事情，神就重用你，我们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器皿，捧在神的手中。感谢主。谢谢慧娟姐的见证哦，真的很棒。因为这样子，她再次来到我们迦南教会，然后重新在这边也开始服侍小组。那我觉得她个人的那个也很活泼，很喜欢跟人互动，所以小组也带得很活泼。然后她点子也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小组偶尔因为她点子多，也带得很有活力啦。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请那个永成小组长。牧师、各位长子、各位会友，大家晚安。我想我没有什么好的见证哈，但是我要分享一下我们小组的哦。其实我们小组算是很有特色啊。我们小组总共有18个人，但是13位是女性，5位男生，所以算起来可以3娘教子这个健康情形都还不错啊。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啊，年初就是美莲姐被她家里的狗扑了一下，所以脚受伤。不过目前恢复的状况还不错所以加了4只脚以后就行动无疑行动无碍。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桂梅姐因为肺癌，所以不是肺癌，癌症讲错了但是已经进入第3次的化疗那整个的情况还算不错。那我们也常常在小组里面为他代祷另外一个就是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是还没有去做也请上帝原谅就是我们有一个马玉英姐妹目前有一点失联，所以我正在寻找因为他之前有跟我讲说他的脚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他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他说要去手术。他有跟我讲就是说大概有3个月以上他大概不会出现，但是他又跟我讲说他不一定会去所以但是苏清长老跟主任有去探访，就是那个80的那个案件但是没找到人所以这个我最近出国回来以后会积极的再联系一下想办法来找到他儿子联系看看。那我们的聚会时间呢是每个周日的10点半到11点半就是第1场礼拜结束以后。我们小组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最踊跃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叫做分享分享大概都轮不到我讲话然后他们讲了大概5分钟以上的时候，我就要出声了，请大家停一下
听我讲话啊，听我讲话以后就是什么，要换一个题目吧，哦，那但是这个分享啊，我觉得是非常好，因为表示他们很健康，哦，很有议题，很有活力啊。但通常都是最专精的，就是谈他们的健康，哦，吃啥啦，哦，安怎去运动啦，这些赞，哦，所以我也在这里面呢学习到很多。那另外一个特色，我们因为我都要叫姐姐了哈，这个年轻人好像只有一位，就是魏老师，魏老师比我年轻，其他的女性，通通都是我的姐姐，通通都是我的姐姐，所以等一下会说初老，照顾老，但是还是有比我年轻的好，但是没几位，这个每次有人出去玩，就是他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那一次的小组，我们就会吃到各地的不一样的那个战果他们赢回来的战果就是丹楼啦丹楼，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另外一个是我们每一季至少有一次的庆生，这个庆生我觉得也是维系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联谊，像我都要特别记得啊，像我们美莲姐，她最喜欢的就是什么？那个不是家乐的蚵啊，一定要蚵啊哦，别个不好吃，所以这个做组长有时候也是要特别去记录一下某一位姐姐喜欢什么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特长。因为我很会跟上帝求，我较善吃的时阵，我就跟上帝讨讲，我今晚要做什么代志无啥够钱所以跟上帝讨，真的有效上帝就会赐予但第二天卖了一些就有了，就有了。那我想我个人的最大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施比受更有福。那这个我没有施，但是我真的是我也是很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的姐姐们呢每礼拜都有给我教习所以我就觉得是学习长辈们的这个养生术是对我来讲也是很好，但是我有时候不太听话了施力不当，所以现在脊椎有一点点压迫所以还在调养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常常祷告，与主来亲近跟主亲近。好，分享大家，功劳归大家，荣耀归于主谢谢。哇，感谢那个永成小组长，真的像他所说的，小组带的每个人都很踊跃的分享，所以真的你会感受到他们也很喜欢来小组，因为大家都有在家里没人可以讲话，来这边可以尽情的讲，然后讲的他们都很快乐。好，感谢主，也谢谢那个永成小组长的分享。那我们再来请淑清小组长。牧师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哦！我那开个高教，我的脑筋都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些啦虽然很短，但是我来讲，在年初的时候洪满就跟我讲说，淑清你来当组长，小组长好不好？我那时候也很犹豫，我就觉得我是不喜欢讲话的人，我喜欢听话，但是我不喜欢讲话。可是我考虑后，我还是接了，我还是听话接受了。那因为我就回去就想到说，以前那个励志长老常常讲说，神要给你的工作，你接受就是了，你不懂的，神会教你。我就说，好，那我就接受。可是接受以后还是
常常缺席这个小组长的那个位置，常常我就说我要去上班了。可是到后来，感谢神，让我这个在下半年的时候，让我能够礼拜天都能够放假哈，感谢神呐。那因为我在做小组长当中，我也一直在观摩，就是说敏娟、慧娟还有洪满组长、区长哈，他们常常在带我觉得他们怎么带得那么好？那我可以吗？我一直又在否定我自己，可以吗？到最后区长就说已经没办法，说淑清你这个哪一个月你来前面你来带那个带活动，你来带这个小组长的工作。我说可以吗？好，我就说好，因为我看到那个区长，他每次他这么有爱心，这么有耐心，在带我们，而且他在带会友，就是说去探访，各种都做得那么的优秀，做得那么好，我就觉得我不做好像有点对神来讲，我有点惭愧。我都领受主那么多，为什么我都不愿意这样子做？后来我就慢慢好，就慢慢做。那虽然我有带，但是我接受了带了，就后来发现说，也可以，虽然慢慢带，我带的不好，慧娟他们还有敏娟他们都会帮我接续下来的时候，让我把这个气氛做得很好。感谢神让我能够在这个小组长这个位置慢慢的成熟，就这样子荣耀归给神谢谢每一位小组长，你们今年的付出真的是很棒，因为有你们的付出，让我们小组跟每个人在小组里面的分享也好，或者大家的不管在灵命也好，或者是关怀也好，还有就每一方面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关系，因为有你们的爱心，还有你们的服侍，然后让就是不管是家里有失丧亲人的因为都你们的付出，然后我发觉说这些人他们好像就是也慢慢的进来教会，像那个子涵，我觉得他变得好像比较懂事了。他这一次60周年庆，他还主动来服侍然后还帮我们一起发纪念品跟便当。我心里想说，哇，好感动然后也要感谢牧师，那时候还发动青年去整理他的家里。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教会兄弟姐妹的付出，因为有你们的爱，所以让这些人更加的成长，然后也让这些人感受到那个温暖，然后更喜欢的来服侍，更喜欢在教会，然后更喜欢来聚会。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付出，所以我们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也不要害怕，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说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只要愿意去做，我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做都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每一个人的付出，我相信上帝都看得到。然后我们凡事仰望主可能有时候会受伤，但是没关系，我们就是再往前走，因为上帝一定会帮我们把前面的道路都铺好，然后你只管往前走，上帝都会安慰你，会扶持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你，所以不要害怕。所以我相信每个小组长你们的付出，还有小组员的付出，因为有你们，所以让我们的教会更茁壮，让我们的福音更广传。那谢谢大家。好，今天的服事。来，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心为每个小组来祷告。主啊，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小组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温暖、有爱、有力量的地方，吸引更多人愿意走进来，经历你的真实与恩典。求你亲自坚固每一位小组长的心，使他们不倦不退，在服事中得着从上头来的信心跟力量。当他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愿圣灵亲自来动工，使听的人
感动，然后被更新，也求你来兴起每一位小组员，让他们不仅是来领受恩典，更能够成为福音的广传者，在家庭还有职场，在学校都能够活出见证，成为祝福的管道。主啊，我们也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可以燃起火热，使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可以成为祷告福音的基地，让更多的灵魂因着我们的祷告与行动，得着救恩的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诗歌，用诗篇23篇回应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只惊，伊予我倒伫溪水的草埔，带我伫安静水边，伊予我的灵魂清远，因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惊灾难，因为你甲我同在。你伫我对的面前，为我摆set下，引诱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稳定主必的脚，对我起誓啦，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主的高原外，你伫我对的面前，为我摆set下，引诱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稳定主必的脚，对我起誓啦，我要徛在你耶和华的主的高原外。这样子，我们拍手，谢谢台2区好今天的分享。好，大家记得台2区的区长是谁吗？红满、小组长有谁？慧娟、敏娟、慧娟、敏娟、永成、舒淇。好，我们再一次给他们掌声鼓励哦。那虽然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是这样子的操练不过有一个愿意的心呢就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公祷。每个礼拜3的祷告会我们会有公祷的时间。好，那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来祷告，所以我们要为世界来祷告。好，那首先我们要为在这个月的11月22到23号要在南非来举行 G20， 好，就是20国集团好的这个峰会。好，那是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来举行。好，过去这个 G20 呢，好也很关心这个气候变迁，好关心全球气候的议题。好，那今年南非也特别增设了不平等问题专责小组。好，那探讨全球贫富差距的状态。好，说这个全球最富有的1%，好，他掌握全球60几%的资源，好，就在这些少数人的手上。好，那全球80几%好的人呢，好都受到这个不平等的这个对待。好，那也求主让这样子的探讨能够透过 G20 20国集团，好能够带来全球的一个均衡的发展。那也求主能够用公平正义来成为这个世界普世的价值。好，那也使各国都能够追求上主的公义，还有上主的怜悯。第二，我们要为上个礼拜的川习会好的落幕，那我们也看到美中他们的共识就是美国调降中国10%的关税。
好，但是在事后的采访当中呢，好，川普总统说，他们在会谈当中，好，有提到习近平保证在川普任内，不会对台动武。虽然在公开的场合没有说，好，但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子说。好，那在我们台湾百姓听起来，好，那好像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前途也是受到这个世界强国的左右和影响，但也求上主来赐给我们国家的领导者有智慧和远见那不为这些流言蜚语，能够与有敬畏耶和华的心，领受从天而来的意象，还有信心，能够带领国家、社会百姓走在上主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依靠是神，不是依靠世人第三，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社会来代祷。昨天新闻报道，在柬埔寨的太子集团那从事跨国诈骗，那遭美国起诉。那昨天呢，地检署拘提了25名的被告。那今天的新闻有继续在追踪这个诈骗集团不法资产高达45亿好，那很多正当经营的公司可能都没有办法赚这么多的钱，但是诈骗集团呢却能够用这种短时间那骗取许多的金钱那也求主看顾这个台湾的社会，遏止诈骗集团的歪风也遏止诈骗集团的计谋，特别是遭骗受害的民众能够免除恐惧跟悲剧。很多被骗的都活在这个愁云惨雾当中，甚至被骗钱还要再去还钱，还要再背债务。那也求主能够把握看顾我们的社会，能够挽回在社会之间的信任还有祥和。我们一起为着这个世界，为着这个国家，为着我们的社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段祷告要请伟峰执事来带你们祷告。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集团体的这个集团开启的会议，在11月22、23在南非举行，要关心全球的气候，也增设不平等。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你创造的世界你必要保守。20国集团在11月22号在南非的集会，求主你的大能跟与会的人同在，让他们以公义的心，使世界能缩小贫富的差距，使他们的公义怜悯的心，让世界能够更好。主啊，我们也要为了我们的国家，在川习会的会谈中不致受世界潮流的波及，让我们的领导者有主的智慧引导国家前面的路，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愿领导者能够有主的智慧领导我们在这个无所喜悦的道路上，保障我们人民的生活。主啊，我们也为了这个社会，因为太子集团所涉及的国际诈骗案来祷告，求主你的大能来遏止诈骗集团的计谋，保守我们人民在这个充满诈骗的世代中有平安，保守我们受诈骗，保守那些受诈骗的受害者能免除恐惧，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保守我们都有祥和平安的生活。求主这样子来保守我们的日子。以上我们线上恳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来为我们的教会，为教会来祈祷。咱嘉南教会60周年的这庆祝的活动，对年初到年底这个礼拜日，拢已经来为告一段落，也感谢主，让咱拢当真顺遂来完成，也愿上帝来使用咱家所经过、行过、去到的所在，拢甲咱所学习的，会当来传递咱教会的这个声量，让咱嘉南教会当继续伫福音真道为主来做工，我靠信息的大观念，来引带更较侪人会当来明白主归伫上帝。第二，咱为着这个礼拜日有新礼典，有新日的洗礼、更新礼甲信用个别才会集体来为因感恩甲代祷。
好，咱嘛统计吼，今年累积吼，咱的会员吼，拢总增加有63位哦。求上帝啊，祝福满满，伫遮每一个新的集体成长，特别伫迦南教会会当加做因属灵的家，会当伫教会来经历上帝所赏赐丰盛的恩典。第三，咱为着今日来上台遮的第2区来感恩甲代祷，也求主来保守伫礼拜第2区，区长、小组长甲每一位组员，拢当踮伫主的疼痛的内面，领受上帝所赏赐的新的酒甲新的油，互因当靠顶因的性命的境界，会当更较互人得到福气。咱做伙为着咱迦南60，也为着咱的洗礼遮的兄弟甲集体为着第2区，好，咱做伙祈祷，这段祈祷要请慧兰执事带咱来祈祷。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为了60周年的过程来向你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透过每一个活动来经历你，主你的福音的大能要成为我们那个荣耀的器皿。主啊，求你来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了教会的事工来祷告。迦南教会60周年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已全部完成，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你使用这些经历和过程，让迦南教会能充满能量。主啊，迦南教会是主你所恩赐的教会，在信仰前辈努力下，在桃园地区开拓引领众多的人来跟随主。求主保守迦南教会，不止过往的60年，更要在往后的每个日子中，在桃园地区宣扬主的福音，扩张主的国度，引领更多的人，让他们生命得到救赎。我们也要为了这周主日要受洗以及坚信礼及信仰告白的肢体来祷告，求主祝福更多的恩典在每位肢体的身上。每只羊都是主你所亲自拣选成为你的孩子，求主保守受洗的会员，他们的灵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肉体都有主的恩典与祝福与他们同在，能在迦南教会经历主你奇妙的作为。我们也要为台2区洪满区长以及小组长和组员们献上祷告，求主的恩膏加添在台2区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能在主里相爱，能同心合意为主做工，灵命得成长，领受更多由主而来的祝福。因为我们深信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我们所依靠的主。我们将迦南教会所有的事工都摆上在主你面前，求主带领，也求主让我们所有的会友都同心合意为主做工，荣耀主的名，让迦南教会成为桃园地区做光做盐的领头羊教会。求主垂耳听我们的祈求，孩子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教会的肢体来守望代祷。好，首先我们要为高水小组的邱宏长老、邱宏长老。好，那他今年98岁哦。好，那上周4住到桃龙安宁病房。好，这是他今年第3次住到安宁病房。好，那也求主圣灵与邱宏长老同在。好，那昨天晚上去探访他的身上的血液大概只有剩下1/3哦。好，所以是相当的虚弱。好，但是他还是用一贯这样祷告的心在倚靠神哦。好，也求主保守邱宏长老能够身心灵都平安。好，有主同在。好，也请弟兄姐妹也为邱宏长老的全家来代祷，都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第二，我们为永成小组，刚才永成组长刚有提到的桂梅姐哦。好，那她已经完成第3次的化疗，那要11月7号要再来做腹部的引流，那也求主看顾保守桂梅姐。好，那桂梅姐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为她代祷。好，那她也因为怕太多人去看他容易感染，所以他也请弟兄姐妹就是为他来守望代祷。第3，也为喜乐小组的燕语姐妹，那她的乳癌
已经手术已经完成，好，那接下来是有8次的化疗跟25次的放疗，好，那今天有再到医院来做这8次化疗的行程安排啊，好，也求主帮助，好，让燕宇在这所有的化疗跟放疗当中，好，都能够靠主来得胜，好，也能够保守这个出入平安，好，那有主同在，好，也能够经历上帝的医治和大能。第4，为着青年的 YZ 小组的子君，好，那他在这个月的20号，好，要前往新加坡工作2年哦，也求主保守子君，好，我们的小组长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挑战当中，能够有好的适应，好，也能够在新加坡来为主做工，能够来荣耀主，好，和他和所相处的这些同事主管都能够有很好的同工，而且能够有稳定的教会的生活，能够成为迦南之光。最后也为着在近日的天气的变化，以及下周有台风又要影响台湾，也求主保守，特别是长辈在天气变化当中，都会当身体够用，那也让好的抵抗力，能够不受这些天气变化的影响，让也当远离各种的危险和疾病，来靠主重新得力。我们要为秋红长老、桂梅姐、燕宇、子君，还有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年长者，那外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爸爸兄弟，我感谢你，我这个弟兄姐妹特别为着我的肢体，特别是手长老，求上帝你的手也放在伊的心中，可以得到坚固，得到上帝你的操棒，就可以无拄着恶当真的事，让来经历主你的平安，也为着贵宾室，求感谢主你的看顾，也保守伊化疗以后，将最佳的流管，加安排都会当真好势，无干透，无恶当真的事，求上帝你也来帮助燕宇姐妹，燕宇也当来经历主你的大恩典，也当伫主来看见上帝你的医治，甲上帝你的全力的祝福。主我们为着子君，这个去到伫新加坡的工作，安很长的时间，也保守伊出入平安，所到的所在拢有主你的看顾甲伊同在。主我也要为着你最近时期的变化，加这教会这中贵时代，以及出我工作的这兄弟姊妹，求上帝你也看顾，每一个人的出入会当平安稳当，拢会当有主将最我的挖口甲帮助。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在祷告会当中，我们为着世界、为着社会、为着国家来祷告，也为着迦南教会跟为着教会的肢体来祷告。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守望者，成为代祷者，不论我们在现场或是在线上，或是我们观看录影或重播，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摇动上主你的大能，你的手。你说我们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求主帮助我，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要时时祷告，让我们用更多的祷告来亲近你，也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多能。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众人的心怀意念。主，我们再次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教会再次献上祷告。愿上帝你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教会，都能够看见主你是掌权者。我们同行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敬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
喜欢，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爱的教会，成为一个不孤单的教会。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我们彼此请安，彼此祝福。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平安。